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晚新下面到时台头先就来报现在。国内在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另外华航机师甲诺富特饭店的感染事件，可能有3个感染源，民航局也甲华航罚100万。本路作人王公路因为拍垃圾互判刑的失宪案，大法官今宣告部分条文违宪，家己所做的矫正规范依然是不足，按2年来检讨修法。屏东迄阵初5暗时可打4个人失踪，有3个人救倒转来，另外家人掠一马船伫咧福建沿海岛火烧，2个台湾船员是下落不明。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5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伫咧今仔日是无增加本土病例的。另外，针对着华航机师甲诺富特饭店的感染事件，指挥中心公布6个人的检验结果，拢是染着英国的变种病毒株，其中2个技术伊的病毒基因序列无共款，专案可能有3个感染源。另外，诺富特饭店违反着检疫措施，观光局也甲伊罚15万，民航局也甲华航罚100万。华航的机师甲诺富特饭店的感染事件，总计已经有29人确诊新冠肺炎，其中22人是为着英国变种的病毒株。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上新的基因定序结果，案例1111、案例1146是澳洲确诊机师的家后，还有查某囝，甲案例1121，也就是案例1078机师的家后，甲案例1078确诊机师的首例，案例1120诺富特饭店房屋领班等，总共17个基因定序是共款的。另外，捌去过台北市运动酒吧的案例1153的技师，甲案例1154空服员，2人的基因序列也共款。初步研判，技师为何空服员可能性较悬，即阵想要甲空服员列做本土病例，很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不过因为也都有这个那个等于是一个国外的飞行史，所以也不能完全去排除。那不过呢，大概是倾向是有可能是本土的案例。另外，诺富特饭店违反防疫的规定，当时收单一般的旅客甲伫厝检疫的机组员，会有桃园市政府罚3000到15000块，观光局也该罚15万块。离伫华航的部分无落实机组员防疫的说法，民航局也决定要罚这个华航100万块。8楼就有点混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是针对8楼情况去处分它的。那它里面就有这样的混居，那所以他们有善尽他对人员管理的责任来。离新冠疫苗的注射，搁再创下1天注射人数新高。拜是初六有6461人注射疫苗，总计注射人数达到88861人。另外也新增加2例其他疑似不良的反应通报，一例是30多岁女性，注射了后倒边手骨部人，医院伫治疗；另外一例是40多岁男性，注射第2天人怪怪，急诊治疗了后敢若样形。即阵医院伫加护病房观察，上近拜5应转出加护病房。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今仔公布海草打反300种猪肉，甲公投北大选拢有通过公投案的标准。中选会按算伫14举行委员会期审定，就会来宣布成案啊。中选会公布海草打公投有64万人人数，公投北大选有45万人人数，反对300种猪肉有46万人人数。这3案等待中选会14审定宣告成案了后，搁再加上去年已经成案的重新启动核四公投，会伫咧8月28公投日进行投票。伫咧进前，民进党逼出乌道入党的风波，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亲身主持全国党部主委的会议。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怡农表示，入党会申请，伊会严格来审查。另外，为了要防止乌道来入党，民进党会伫今年7月完成党员的 AI 查核系统。总统黑道入党，有一种要你主动辞党主席，你怎么看？民进党新函尼奥风波，面对提问，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无回应，所以伊要去党中央亲身主持全国党部主委会议，彻底大扫污。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评委会前召集人赵应光的后生赵介佑涉嫌未盗窃案件，重创民进党形象。在会议中，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怡农报告台北市改革工作规划，要严查入党申请，杜绝乌道人头党员。伊表示，即马入党的有25000人，其中只有3成资料齐全，为稳准集体保单，中央地方政策爱共款。落实排黑条款，落实党费自缴，原则性大家都非常的同意，也有共识。那接下来就是执行的问题，我们会一起努力。
台北市党部要努力将规矩化作专机，当蔡总统面前反映党员问题，也佮家己市党部主委王路辉，其对立委王美惠撤条将近清份的集党申请书改做网络集党行为，感觉积极。我们真的非常的疑惑哈，中央如何审理这一批有问题的党员名单？因为中央并不清楚地方的生态哈，那是因为我们在地方我们比较清楚啊哈。所以我刚才有跟中央建议这个事情。总统大部分是来聆听我们各县市党部主委对时局还有对整个党部的一个改造的一些看法哈，特别是现在社会大众非常关心的黑道党员的相关的问题。为具体落实办5条款，民进党党部要伫今年7月完成党员 AI 查核系统，不只针对新入党的人，2013年以来党员名单也会查核，要伫2022进前将这场年乌风暴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军公教已经有3年时间无调薪水啊，就调野立委作为呼吁讲替军公教加薪水。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回应讲，台湾伫咧政人的拍拼防疫做了真好，经济成长也变悬，若准财政有法度负担，也拢会来考虑这件代志。这个经济成长的果实要由全民共享，所以我们推出很多利多的政策，同时也因为认为应该让经济成果优先给辛苦的劳工朋友来分享，同时也对全国军公教努力奉公，在各方面做好，也应该给予肯定。所以在财政负荷可以的情形下，我们都会认真考虑，但这有一个机制，会由这个机制来运作后，如确定，我们会向国人同胞报告。过去这10年来，军公教调薪水只有2011年加2018年这2届是调3%。每年军公教敢有机会调薪水呢？要看7月召开军公教台区审议委员会的结果，才会来公布讨论。身体地检署侦办到头一件假做是外国企业，事实上是中国资金的抢人才案件。检方发现讲，伫咧中国深圳有一间电子公司，找人头伫咧新竹开公司，想办法用薪水请台湾的科技研发人才，再把研发的成果偷摕登去到中国。目前这个案件也正咧深入调查当中。调查局的人员把一箱一箱的资料炸倒转去，因为检方接到消息，发现中国深圳某一间电子公司为着要闪过投审会的审查，叫人以假外国投资的手路，用日本成立人的名义，找人家来做负责人，伫台北的台湾科学园区设一间公司，合作东进公司，要来抢台湾高科技的人才，做宽频甲无线通讯的产品，而且把研发的成果传登去中国，涉嫌违反两间人民关系条例。本署指派专责甲官侦办，我们发现里面公司有可能是有中资进入的状况，那全案还在深入追查当中。检方找到分3批人去搜查3个所在，团伙20个人到案，而且查考相关的证物，经过透明侦讯，认为涉案姓丁、姓肖、姓林的男性，因的犯罪嫌疑重大，不过无羁押的必要。通知因交保的金额是台票10万块到20万。学者表示，就伫咧中国上大的晶圆大工厂中芯国际去予美国商务部列入去禁受令制裁污名单了后，致使中国电子科技产业是受到真大的打击。新竹是全世界半导体生产甲设计真重要的所在，所以中国就想空想芳，用真悬的薪水甲相关的福利，想要抢国内高科技的研发人才。英国国内就未少员工因为安尼换公司。台湾的 IC 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能力哈，那个相对于中国的话，还是那一个领先甚多哈。台湾哈是和他讲同样的语言哈所以的话可能是那个他作为他技术被那个杯葛的一个破口，所以的话他会来台湾那个害了这些的工程师，这个话是不意外。检方表示，这个案件是头一个伫台湾科技园区设计点中国投资的公司，而且假做是外国企业，实际上是要来抢人才的案件，为着要阻挡中国偷摕台湾商业机密，恶意抢人才犯罪行为。新竹检方会持续加强侦办相关的案件。记者综合报道。
法国参议院昨以304票赞成，无人反对，通过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决议案。这也是法国国会头一届通过消停台湾的相关提案。另外，最近澳洲总统莫里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也讲到，若准中国对台湾发动战争，澳洲也会出手来支援美国和其他国家。澳洲对台政策也会改变。évident que c'est le cas de Taïwan dans bien des champs d'action. Le plus emblématique étant bien sûr celui de l'OMS,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甲20几位参议员3日提出决议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参议院最大表决以304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也是法国国会史上第一遍通过挺台议案。 Je veux le dire haut et fort, c'est notre devoir d'aider Taïwan à retrouver la place que ce pays mérite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Pour que Taïwan soit associé aux travaux de l'OMS, nous le ferons à titre national, nous l'encourageons au niveau européen. Et donc, je le redis, la stabilité dans le détroit, elle est essentielle pour la sécurité de la région. Et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nous réprouvons toute tentative de remise en cause du statu quo. 法国嘅外交部代表也正清楚嘅重申支持台湾嘅立场，并且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嘅重要性。自法国代表吴志忠也伫 FB 打出伫咧参议院旁听嘅相片，讲伊正感动，也表示法国是欧盟上重要嘅国家，有领导嘅地位。这项投票嘅结果有正大嘅象征性。外交部诚挚地感谢法国参议院首度高票的通过支持我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决议案。 外交部长吴钊燮伫崔郎接受澳洲金融评论部的专访，其中讲到，中国敢若是伫咧准备对台湾发动最后攻击，政府一直拢伫咧做准备，希望理念共款的民主国家支持台湾。澳洲总理莫里森是回应讲，对台政策不变，会履行支援美国加盟友的承诺。 Look, we've always honoured all of our arrangements in the Indo-Pacific, particularly our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e always have stood for freedom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伫最近，澳洲几多位官员公开表态关心台海议题，认为政府应该有所准备。吴钊燮也希望澳洲加台湾加强经济合作，重启两个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会谈。也讲希望会当伫咧今年申请加入 CPTPP， 加强区域的连结。 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初五暗时，屏东的渔船渔顺星168号，因为扩大船顶4个人拢失踪。经过2天的搜查，透早有找到3个人。原来是离岛的交通船对拦船要登来后壁湖的时阵，看到这3个人伫咧海面顶悬划着浮板，浮浮沉沉。救起来了后，确定讲因就是渔顺星失踪的船员。另外一个船员好亲像是因为无气力煞去互海流冲走去啊。 停车就好，来刷刷刷3个人坐伫茶帮顶面，看到绿岛支持3号交通船瓦群，赶紧来一手化救，船长赶紧卸下锁啊，也佫有救生裤，甲3个人救起来。最后一个顶船的查甫人也因为规身躯无力，爱靠船员的协助，才法度爬起来。他是用一个就是像随便的浮板这样做成一个浮板，然后3个人在那边就是手在那边一直挥。他比我叫伊更神经错乱啊！咱把你放哪里啊？伫海上漂流38点钟，3个人敢若靠一块茶帮伫海面上铺一点者，无物件通食，无水通啉，一上船，船长赶紧互伊补充水分。因是屏东琉球籍渔船，渔顺星168号的船员，这午暗时船靠搭化救了后就失去联络，海巡甲相关人员扩大搜查，找到船却是无看人。加在初7早起10点半左右，绿岛支持3号交通船对拦船登来后壁湖时，伫绿岛西方11海里的所在发现3个人，护士赶紧救起来。 怀疑的，哎呦，我烦恼甲2天无困啊！你海上拢食啥？我2天无食，2天无食啊？无水哈，无水哈。平安转来，亲戚朋友拢真欢喜。只是另外一个台湾籍的船员，敢若体力无好，互洋流漂走去了后失踪。海巡单位指出，花莲南台东海巡队、恒春海巡队依然会在周围的海域继续来搜查。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只家人的掠金马船渔户888号，昨早起伫咧中国福建沿海发生火烧船意外，船顶头有11名船员，台湾渔船的这个
船长呢先和印尼的渔工跳船逃生，这9名印尼的渔工拢有救到，偏偏也未找到2个台湾人，就是船长因兄弟2个。海巡署目前也定力继续搜查当中。妈妈念经向神明祈求，希望2个后生伫海上能平安回来。那个外劳也是让他们先跳，然后他们2个兄弟才掉下去。结果我老大子跟老三，就是他有那个船上有那个海绵炮嘛，说有爆，但是跳下去那个水流怎样流我也不知道啊。伊2个后生船长伊国明甲船员伊家祥，这是开船啊为赴基渔港出海，想要到初6早起8点，这只渔户888渔船啊，伫富国到西北边112海里接近福建沿海，不明原因导火。经济渔港表示，船长和9个印尼渔工先跳船逃生，2个兄弟最后才跳船，初6早起11点，9名印尼渔工被巴拿马一个货轮救起来。经过1天1暝到初7尾仔嘛，2名台籍船员依然无消息。如以前为所说渔船，只要发生燃烧的状况，很快的就会把这艘船就是烧得很干净，然后很容易就沉没。大概不到10点的时间，这艘船就已经在就是接近就是沉没。巴拿马籍和马绍尔籍的货轮救起了9名的印尼籍船员。目前现场有北基队的连江舰、本队、马祖队和淡水海巡队的100吨级巡盲艇全力搜救中。海巡署已经指挥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连江舰、马祖海巡队顺风艇，总共1舰4艇65人，全力找找2名失踪台籍船员。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警方宣布抓到一个大型的毒品案，在一间外观看起来真普通的铁厝内面，竟然查到1500多张的大麻，这大麻市价超过5亿遐多。警方走入去房间，规涂骹拢是大麻，另外一间还有紫外线的电火甲通风设备。警方表示，嫌犯为着要让大麻在室内快速生长，特别利用电火，24点钟割照。原本室外就要6个月，即马缩短至4个月就通收成。新竹警方表示，今年9月接到人检举，最早2个外围，3月底伫香山地区才掠到今年国内上大的室内栽种大麻的工厂。本市香山区一处民宅当场查获连姓祖前等3人涉嫌共同栽种及制造大麻毒品工厂，现场查获大麻活株1540株。干燥大麻成品7公斤及大麻香烟880支等证物，市价近新台币5亿元。国内最近已经小连续查到真侪件大麻毒品。法务部长蔡清祥在记者会顶悬表示，政府有反毒的决心，不要让毒品流入市面上，损害个人的健康。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咧这个月初6，有一对台湾甲澳洲的同性伴侣争取结婚登记的行政诉讼，法院判因拍赢。今仔日伴侣权益推动联盟参另外一对台湾、日本的同性伴侣去到台北市的大安户政事务所要登记结婚。虽然讲户政单位有收件，毋过无随甲因登记结婚。推动联盟表示讲，政府若准继续影响同性伴侣的结婚权益，可能会要求国家赔偿。台湾籍的阿秋甲日本籍的阿里，透早就到大安户政事务所要办理结婚登记。过去因北户政机关来拒绝，不过初6，另外一对台湾澳门的同婚伴侣要求登记结婚的案件，伫法院胜诉了后，互因阁感觉有希望。其实我们双方的家人都知道我们的情况，也都接受我们在一起的这件事情，所以还是希望说，可以在就是法律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承认的。大安户政事务所用特殊案件接受因的申请，但是还未决定敢要核准因的登记。陪同的潘路明表示，过去全国户政单位是照内政部的函释，只要有一边的关心国家无通过同婚，就无法度伫台湾登记结婚。不过自今年3月，
基加威甲马来西亚交生案，台湾户政事务所红判败诉，到台俄同婚案，中正户政事务所嘛败诉。法院拢明确指出，下国同性伴侣有权利结婚，户政机关嘛通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8条公事良俗规定，无允准同性婚姻是违反台湾的公事良俗。内政部的函释已经予两间法院判违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已经连续用2个判决告诉政府，这个函释是违法的，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要从善如流，不要再知错不改。判律名律师表示，根据因的统计，阁有300多对下国伴侣来等待同婚合法。那这种影响人民权益的法律继续行，未来因嘛考虑去追究国家赔偿的责任。内政部是回应，对今仔日申请的案件，会搁甲司法院甲法务部来讨论。未来阁会看司法院对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提出的修正草案的方向来做处理。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政府当咧推动双语政策，有真侪县市这2年啊，伫咧生活科技、体育、美术等等的领域开双语教师的课。亲像台北市国小初试100个双语课，只有33人来考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英语的部分要求太过严格。下晡的体育课是收水，区龙斌甲另外一位老师来负责。每礼拜至少9节课，收水、篮球、排球拢会晓，也因为带过美国学校的社团，若要用英文教学，无什么问题。一边教，我也跟他们一边学习英文，这样子这也是教学相长啊，那让自己的英文能力更强。双语教学，你要教的是他要学会。伊认为双语教学是要互学生会晓，毋是英文教学做重点。不过台北市110学年伫咧生活科技、体育等非考等项开出60个双语老师名额，报考人要有合格教师证，大学主修或者是副系是英文，或者是 CEFR 结果 B2 级以上，相当专门英检中高级，新版导译785分以上 ，IELTS 5.5分以上。现在感觉好像你英文门槛一设又设这么高，那剩下的人就变成会英文，那还剩童军有会多少？再来比较，对这科目的专业性就差很多。英文的考站无低，反映伫报考的人数。台北市大公布市立小学双语老师的人次，100个名额只有33人来考，新北、台中、台南也同款。专教总指出，师资量无够，恐惊影响老师的品质。师培本身大学，它的一个师资是不是具备这样子？还有它那个师培机构的一个英语环境是不是够？这些都是一个考量的因素啦。所以以目前来讲，我会觉得师培机构在这方面，可能还没有办法跟上啦。高中校长讲，技能科直接操作比国的较有效，建议降低考站到B1，了后阁提悬到B2。专教总是呼吁各地方政府爱做调整，唔通去黑白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印度疫情继续伫咧增加，初六的确诊人数有41万人，又在破纪录咯。染病速度上过紧，医疗物资却是无法度应付。就算全世界各国的物资送到印度，也因为这个运输调度的问题，互真侪医疗机构甲患者有关是耽误。为人客简单来喷消毒的酒精，穿着防护衫的计程车司机一路送这对母囝到病院，随即个送因登去厝的。और कोविड के टाइम पे हर किसी को पैसों की प्रॉब्लम है, जैसे मेरे को भी थी, तो इन्होंने कोई चार्जेस नहीं लिया मेरे से और फ्री ऑफ कॉस्ट में इजीली मुझे घर ड्रॉप कर दिया। 无救护车只好用客运车到病院看医生，因看出印度在疫情真严重之下，各项相关的物资欠缺的程度。最新的统计显示，印度全国的新冠病毒一天确诊人数，伫初六创下新冠的纪录，达到414433人，互伫总计确诊比例超过2149万。也未确诊的民众，拢赶到各地医疗中心要注射。未确诊需要住院的人，也面临酸素汤严重不足、呼吸器无法度用的困境。हैं वो बहुत कम ऑक्सीजन हमें दे पा रही हैं जितनी हमारी रिक्वायरमेंट है उसके हिसाब से, इसलिए हमने अधिकतर पेशेंट्स को ऑक्सीजन कंसंट्रेटर पे रखा हुआ है जो मैनेज किए जा सकते हैं।
印度疫情爆发以来，呼吸器所用的sản素需求大增加7倍，不过多数病院无法度家己生产规桶的sản素，当时主要产地集中在东部、北部甲西部疫情严重的城市，因为运输配送问题无法度及时得到支援。另外一方面，在各国支援医疗物资陆续到位，美国甚至考虑授权印度就地制造疫苗。当时总部位在美国华府的马歇尔基金会，所属的保卫民主联盟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党政机构网络宣传，一方面对外表现真关心印度疫情，一方面对内真口说印度疫情。亲像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官网、中国中安网的微博号头，一篇文章替中国发射重症火箭，对比印度点火烧往生者遗体。中国公安部的官网、中国警方在线这篇，甚至讲印度用狗仔火葬场来处理人的遗体。得到各国支援印度医疗物资，中国党经营的《环球时报》政治红仔话是强调，美国甲家己无爱用的疫苗送予印度。尽管这文章在各方的网友反对之下被剔除，不过已经未少民众一度来尊重。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亲像印度、南非等有60个国家伫咧 WTO 提出放弃武汉肺炎疫苗专利，通好快速增加疫苗产量的提议，得到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了后，国际社会也开始伫咧讨论。一个开发疫苗的公司本地股价是大起，却因为这个消息，伊的股价随落落来，甚至也提出各种理由，要来反对放弃专利。全球疫情严重，美国政府初五宣布支持放弃新冠疫苗专利的保护，希望协助各国家己生产疫苗，互疫情赶紧过去。进前一直反对的欧盟态度嘛有改变。欧盟执委会主委范德莱恩表示，会准备做伙讨论，支持伫世界贸易组织 WTO 内底协调这件代志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伫声明当中讲，这是一场全球性健康的危机。非常时期，就要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应用。强调印度的变种病毒若是拖开，会危害到全球的复苏。That it's an important first step, but it's only a first step. We've now got to look at the next steps of ensuring that th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the technical know-how, and the tech transfer is provided. 从疫苗上市以来，核利甲股价一直咧压悬的制药大厂，哪有可能把这个研发出来疫苗让予人？以辉瑞制药药厂做例，按算今年卖新冠疫苗会当赚260亿美金。各国政府为着要阻挡疫情来拖开，未来几啊年市场的需求看是有加无减。拜登政府支持放弃新冠疫苗专利的消息一日出来，交生、莫德纳、诺瓦瓦克斯几啊间指标性的大厂，股价都随落价。相关的利益团体嘛，小连续出来反对甲专利让出来的代志。美国药厂工会主席厄布尔认为讲，这对全球对抗疫情是真不利，而且佫会甲美国创新的成果让予人。做药的业者讲，让渡专利保护会省断着创新。下个月制药厂爱利根公司经济厅长桑德斯讲，后回若佫拄着疫病，还佫有啥物人会去做疫苗？ Waiver as such is the simple but wrong answer to a complex problem. What we need to do is tackle the real problems, such as call out the rich countries to share doses within the next few days or weeks, not in 4 or 5 months after we vaccinated everybody in our country. 全球100外个国家拢希望会当加速疫苗生产，来解决目前产车的国家甲后业国家做疫苗无平等的情形。 中国、法国、俄罗斯甲澳洲嘛拢表态支持，不过欧盟上界大的经济体德国是表示反对。总理梅克尔认为讲，供应疫苗的限制因素并不是专利，是产量甲高品质的标准。保护智慧财产是创新的源头，未来嘛是爱安尼。欧盟按照伫未来2天的会议内底讨论这件代志。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根据到联合国上新的报告，讲甲烷比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更加高吸收多。若准一个2030年之前，甲人工所制作出来甲烷排放量减少45%，就会当伫咧2045年左右，避免全球温度搁再提升0.3度。 根据联合国发表的全球甲烷评估报告指出，除了二氧化碳以外，为人类活动当中减少甲烷，是互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成功上重要的关键。因为甲烷比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较高保温甲维持热度是几啊10倍，不过甲烷伫咧地球的时间敢若有10几年，无像二氧化碳会存在几百年，所以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比甲烷加200倍。若是会当减少产生甲烷，就会当甲地球平均温度升悬的速度优互慢。 We must reduce methane emissions by 40 to 45% by 2030 to limit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to 1.5 degrees Celsius. This would avoid nearly 0.3 degrees of global warming
by 2045 and complement long-term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efforts. 报告指出，若是每一年会当减轻天然气减排放45%，也就是1亿8千万吨，就会当改善每一年全球因为污染致死25万人死亡，也佫有超过75万人因为安尼断院的情形。另外，减少土地食食，改善饲精生的方式，减少食肉甲相关的产品，按算每一年会当减少生产8千万吨的甲烷气体。 We are not doing perfectly on any of the major greenhouse gases, but the one that's really taking us far off the 2-degree pathway is this huge unanticipated acceleration in the growth rate of methane. 目前全球产生甲烷的量，人类的活动是占60%，其他是为染地甲其他的自然资源来的。也若人类产生的甲烷内底，其中40%是为农业、饲精生啊来的。 35%是向天然气、探证石油甲运输活动，也有20%是为粪扫掩埋场产生的。公司新闻单时同编译。讲到本港的王光禄在内，也有几个位关注民用矫情拍拉去互法院判刑，也因为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伫咧2017年，一个最高法院认为讲，这几个案件有违反着宪法的纪律，决定要申请释宪。司法院大法官宣布部分条文违宪，不过王光禄判刑的部分，无法度因为释宪的结果提出纠正。前起立。 王光禄案伫初7公布释宪结果，这个案的主要争议是限制原住民敢若会使使用家己制作较危险的蜡枪，甲法律对原住民拍保育类毒物，需要事前申请等限制，敢有违宪？大法官宣布家己制作蜡枪是无违宪，但是家己制作蜡枪的安全问题应该要伫2年之内改善。申请书中应载明类捕动物之种类与数量的部分，违反宪法比例原则，基于非 营利性自用之目的而类捕野生动物呢，除有的特殊例外情形，这个类捕的对象并不包括保育类野生动物。动物保育的部分，大法官讲，目前的事前报备制度，包括期限甲定数，无符合原住民的文化，宣布失效。而且大法官讲，原住民应该会使以自用的目的去拍蜡，但是原则上无包括保育类动物。 运输后持有自制猎枪的违法行为，将它除罪化，不再适用刑罚的规定，而只是处以行政罚。构造算是粗糙，难有合宜的保险设计，可能会对原住民或第三人造成伤害，不符合安全狩猎的要求。 针对这个结果，警政署回应，会甲国防部来建议提供安全的零件做蜡枪。动物保育团体发联合声明讲，动物是无法度家己讲话的族群，开放特定的族群会使有拍蜡的特别权利，应该爱斟酌，无是可能会对社会公共利益有影响。林务局伫记者发稿进行，也未得到回应。记者郭佩君长随台北报道。 本港的猎人王光禄对这届释宪的结果表示真遗憾。王光禄表示，原基法早伫咧2005年2月，就保障原住民族有文化生活权，特别是拍蜡会当自用。不过，这届释宪案的结果显示，原住民族有家己制作的拍蜡枪，有关需要更较侪保障。我有点遗憾，这是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为什么怎么会让我们把这个？ 狩猎的文化把它那个抹灭呢？这个案件最大的救援点就是说，到底这支猎枪是不是违宪，在本案里面是失败的，就是3年6个月徒刑，在这里就是应该是会被最高法院驳回。 这个王光禄释宪大法官的宣誓，虽然肯定原住民拍蜡权益，不过提自制蜡枪，大法官认为无违反宪法，族人甲律师团拢表示遗憾。回顾原住民族文化管理推展的过程，2001年原住民持有自制蜡枪拄罪，2004年野生动物保育法承认原住民有拍蜡的权利，2005年1月新林法保障原住民伫咧传统领域会当做采集，不过2005年2月份原基法立法完成，保障原住民族有完整的文化生活权。不过，释宪的结果完全违背原基法的立法精神。这支猎枪的格式所定出来的管理办法是违宪，但是呢，
反而要去定出这个办法的，还是原本定出违宪办法的同样一群人。比较遗憾的，还是看到的就是，并没有以原住民族猎人在行使他的狩猎行为的这样的一种立场来看这样的一种狩猎工具的行使。就是立法院修法，把那个自制猎枪的那一条那么去做调整，把它放宽，这是唯一的可能性。其实除了自制拉枪的使用办法需要搁再被保障，长期以来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的维持，也是族人关注的重点。因所来也继续向立法的方向来打拼。记者阿明金、陈雅文、曾海文、林秀凯台北报道。在咧苗栗的德南国中，昨有传出有老师学生食物中毒案件。苗栗县教育处表示，昨接到通报了后，有145人身体无爽快，其中3个人是老师，可能是学校的营养午餐出问题，其中有12人去病院治疗啊。卫生局也已经去采样进行感染源的调查。卫生局人员入去到校内中央厨房来采样，带回相关的食物检体进一步化验。苗栗德南高中6号传出疑似师生食物中毒，苗栗县教育处接到通报，当日包括3个老师在内，全校拢总有145个人，食过营养午餐了后，陆续出现身体无爽快。目前只有3位小朋友请假在家，然后1位表示没有症状了，希望在家休息。另外2位还有一些稍微的肚子疼痛的一个状况。校方表示，拢总有12个学生送医，一直到7号，还是有3个学生来请假。因为后礼拜就是高中会考，校方紧日通知家长协助追踪囡仔状况。而根据校方提供的资料，当日中台主食是南瓜饭，主菜是煎鱼排，还有副菜佮水果等等。苗栗县卫生局嘛对着食材以及来工作人员来采检，要厘清感染源以及中毒的原因。是不是疑出问题，我们也还在了解。等卫生局采检结果以后，我们才会开放在厨房来运用啊。那目前至于是哪一种症状，我们要等卫生局采样调查的结果才能认定。苗栗县府表示，是咪感染到诺罗病毒，还佫等待检验结果出炉。由于校内午餐是公办民营的方式，外包有团膳业者，目前要求封锁校内厨房停止供餐，解决业者为了身体的中央厨房来供应，避免任何感染的疑虑。记者苗栗采访报道。伫咧新北市有一间私立的中学，有家长指控讲学校讲这个菜色是真歹，而且卫生有问题，有加抓菜色也拢生过去啊。家长指控讲学校有问题，教育局也失职。油饭内面有半只加抓，菜花是烂去臭酸，装菜鼎也新鲜，蔬菜壳仔是无洗清气。几60位新北市自修高中的家长摕囡仔翕的相片，指控学校的供餐常常出代志。东西很难吃啊，然后呢，而且那个食材很差啊。一个班有40几个小孩，45、6个孩子，就吃那样子，难怪大家要抢。我们是把孩子送到学校，是一个让我们家长可以安心放心的地方，可是搞得好像我们把孩子送到难民营去。到底有偌严重？有一位住宿舍学生的家长讲，住宿生几多遍反映讲3顿的量伤少，食袂饱。早顿一天50块，全部拢是碳水化合物。规两一礼拜才食一遍，因下豆奶是特别啉，拢会特别落屎。中午吃不饱，晚上吃不饱，到了早上饿到了早上还是吃不饱。哦，我的孩子每次打给我，妈，我好饿哦，你可不可以帮我外送？教育局讲，伫4月初有接到真侪电情，大部分拢是反映量甲品质。卫生局有去学校调查，教育局也会组成专案小组入去学校调查。学校讲已经请营养师，后礼拜就会到学校上班。记者综合报道。科技执法搁再提升了，台中市宣布成立无人机警察队，有30名员警使用12台无人机，未来会当配合案件的调查、交通观测，以护大型活动安全。用真光的手电来照，要甲歹人救出来，配合日常仪的画面，袂说是电影同款。台中市警方未来伫执勤的时阵，高科技的画面可能会常在出现。台中市警察局测试成立无人机的警察队，连30个警察，营养保共的勤务，配12台无共机型的无人机，佮有通话器、导射系统、日常仪镜头等等的设备，未来要利用科技来协助执法。热显像镜头，我们一般就是用在夜间的时候，攻坚啊，或者是说刑案侦收的时候，对人员的搜寻啊，在夜间相当的有用处。那么强光投射器
以及喊话器，对于现场人员的一个压制，都能产生一些作用。警方表示，两国敢若会当运用地面的警力，或者是去较悬的所在观察，来掌握现场的情形，是真了人工，而且机动性嘛无够，以护大型活动的安全，对警方来讲是真大的考验。伫台南、新北分林了后，台中市是第4个成立无人机警察队的城市。这无人机可以运用在我们的一个刑案的一个侦办以及交通的观测另外对于大型活动的一个维安，我想都有非常大的注意。每一年马祖文景的活动，沿路拢有上万的信众来参与，以护活动的安全甲交通是真无简单。今年无人机警察队嘛加入执勤，透过热相仪、4G 传输等等的功能，甲影像即时传转去指挥中心，预防发生冲突。未来无人机警察队嘛会配 AI 的技术，做刑案的侦查、交通的观测，也有维持大型活动的安全，来提升台中市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中市政府以及着国家主体及都市更新中心，也拢要伫咧台中市的西屯区起社会主体。不过，当地民众也质疑讲，敢若西屯区着3位的社会主体啊，有学者也认为讲，推动社会主体，颠倒互公共资源更较完整。一看到自读中心代理董事长花敬群、台中西屯会内里长直接向前来表达诉求，因为不管台中市西屯区被选做兴建社会主体密度上悬，敢若是在会内里就准备兴建2处大型的社会主体。你不够，你再来讲嘛，你都还没新建，你又来增加200多户，是不是盲目的来增设？人口密度太高了，这2个是会影响蛮大的。当地民众更加是不满，伫社会主体有定地北北布条，强烈来表达不满。自读中心伫遮要规划兴建230户的社会主体，也过附近就是台中市府规划的未来初段社会主体有400户，而2个基地中间只是隔一条青海路里隔不到50公尺。未来小孩子的人口量势必一定是会增加，那连小学的数量里面都没有操场的，更何况你的就学是不是这个部分政府怎么规划？板桥江翠从化区那个从化区里面有4块基地是社会住宅，所以说实质上这并不是在推动上面是一个好像不应该的事情，它本质上也是相对合理可行的一个做法。当地民众认为，市府的社会主体也未起好，中央又搁在隔一条路规划新的社会主体，地方是烦恼，唔但对交通是冲击，对着教育甲医疗这公共的资源也造成分配压力。而学者是认为，社会主体建立，反倒等会使互公共设施更加完整。它会增加很多日间的服务性、社会福利的服务设施，这些其实都是社区必要性的公共设施跟设备。这些人搬进来之后，就跟你我他一样，他都是要缴租金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体除了回归居住的正义，也甲公共的空间甲社会福利做统整的盘点了后，达成共享，反倒让互相关的资源更加完整，无应该用阶级化的观念来看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药学博士柯宏源在世进前有收集真侪台湾的艺术品，伊后生也遵照老爸遗愿，甲一寡收藏品大部分拢关登来到台湾，嘛，互重建台湾艺术史的计划有更较丰富的资料通好应用。1993年伫美国成立的顺天美术馆，是药学博士柯宏源的夫人加囝儿所成立的。顺天美术馆内底展出侪柯宏源收藏的台湾艺术家作品。2017年后生柯兆信遵照爸爸柯宏源的遗愿，要将收藏品全数关登来台湾。2017年的时，就开始想讲要甲这物件送登来台湾，这是因老爸一世人的愿望。柯兆信表示，爸爸是咧思考会当替台湾留什么物仔予后代子孙。所收藏的作品，其实就是台湾的一个历史，会使看出台湾人迄当时是安怎生存、安怎咧打拼。伊有2本画册顶头写啊真清楚，伊讲这毋是阮的祖产啊是等台湾人的情形较好你爱摕转去台湾，所以迄就是伊的交代。
经过2年多的沟通，这批下世纪的台湾美术作品，在2019年全部运转来台湾。这批画作的收藏年代，嘛拄好是台湾国际局势出现变动的时阵。就是1979到他过世1991，大概11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台湾就是刚好是退出联合，就是1971年我们退出联合国。然后在跟国际大家断交、风雨飘渺的这个时代里面，那个时候他开始来做这个收藏。柯宏源唔但是一个收藏家，也是一位捐赠者，家属愿意无私将规批的画作捐予国家，也予文化部当咧推动的重建艺术史政策带来真大动力。台北美术馆咧收藏的时阵吼，伊其实收藏的物件是安尼一步一步来，所以一步一步来就是讲美术馆的典藏经费吼，阮一档的典藏经费偌济钱尔，偌济钱你会使买几张图，买几个艺术家的图，一个萝卜一个坑吼，很多的艺术家的作品其实拢无，伊拄啊拢有，因为伊用艺术家吼，迄个美术史的方式吼。一个艺术家一张，这个艺术家一张，若有法度先搁加一张，所以伊迄个艺术家迄个视谱吼，一点都较完整。柯宏源伫台湾还未民主化时阵，就开始为着台湾的艺术世界奔跑，而且收藏只为着有一日要献予国家，无私在爱精神，替台湾留下完整的文化记忆。记者杨淑晴、张学水综合报道。伫咧嘉义中部的和睦国小，伊咧今年有一项青少年的发明展当中，用高效率的卫星夜飞系统，找出一道的灭火的飞弹车，也有自动换水水族箱，计共3项发明摕到金牌。少年选手也要代表台湾去参加世界比赛。这项路飞的设备会当配合作物的关节，控制路飞的情况，而且唔但会当直行转弯。阁会当配合地势行车纸，嘉义县中部乡和睦国小的学生配合家己生活的经验，设计卫星路飞的设备，伫今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摕到金牌。假如施肥，假如堆肥，它只是丢在那里的话，就会有果蝇，然后就不太卫生，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作品。那我们使用的这个呢，它就是使用固态肥料，这样可以比较不容易造成水库或者是水的有氧化。除了卫星的路飞系统，阁有自动感应火源的灭火车，结合太阳能、风力、海潮发电的渔电共生发明。和睦国小的囡仔总共报名7项，摕到3块金牌、4块铜牌，甲1项特别奖。就是学到团队合作，然后我会跟同伴一起做实验，然后一起制造这个作品。它是直接利用红外线感纹系统来寻找火源，然后它的四周会装上麦克纳姆。可以在平面上全向移动，并且使用干粉来进行灭火。这3件作品，能够拿到金牌，我们就是成功的把它结合我们现在在推广的一个 AI 和一个人工智慧，跟我们原来就已经有的一个创意，把它做一个结合，然后获得了这3面金牌。学校表示，囡仔透过观察生活来发觉问题，鼓利用科学甲创意来解决，对当咧成长的因来讲是一个真好的合适机会。刷来这金牌选手嘛，准备要开始训练，希望代表台湾伫世界比赛当中摕到好成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新市国小有成立一个口述艺术团，团员拢是国小的学生，因用台语上台表演唱歌跳舞，一个月搁在巡回演出台南市8间学校。讲到牛，偌济啊有赤牛、水牛、黄牛，阁有泥牛。学生伫台仔顶趣味佮活泼的表演，不管是牛、猫啊，也是大目水鸡，大家拢做伙唱歌谣。台南新市国小的口述艺术团来到桂林国小表演这出《内山竞赛找头路》，台下骹的囡仔姊、囡仔兄看甲真欢喜。口述艺术团为着这摆表演，才排练3礼拜尔，因全程拢用台语。我学2个月，我是5年啊，敢若出别说就是老师会教阮唱跳的方式。跟家人都讲闽南语，对啊。
回来就很活泼乱跳啊，就会教妹妹唱唱跳跳。新市国小这个社团已经成立67档，上细汉的学生才1年啊。因的剧本甲歌谣拢是刘惠荣老师写的，伊甲台湾这块土地日文风景甲故事写入歌谣，互囡仔哪唱歌哪学台语。我表演的是大家吧。囡仔爬上舞台的时阵，伊会当有自信。啊，你这个语言教育就是爱好感觉趣味嘛。啊，你迄囡仔吼，伫台仔顶咧演，你啊看迄台仔骹就对咧学。哦啊，迄囡仔咧对囡仔咧学，就是上介好的迄个学习的这个行动。啊，佮上介重要就是讲，囡仔若有舞台，爸爸妈妈敢会做伙来。过去这种课程拢是找布袋戏团，也是其他表演团体。今年对这个月开始，是刘惠荣老师带学生去北京学校巡回表演，透过古水的念谣甲歌谣，互囡仔伫生活中轻松学台语。记者陈嘉文、刘伟做台南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北部地区对22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3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0度到29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